大家好，我是读书 UP 主热水梨。距离2017年5月1日我在 B 站发布第一个读书视频以来，已经900多天了。还记得我之前主页的签名叫“客子光阴诗卷里，杏花消息雨声中”。感谢屏幕对面的大家长久以来的陪伴，陪我考研，陪我毕业，现在又陪我在离家远的地方读研，真正印证了这句“客子光阴诗卷里，杏花消息雨声中”。昨天悄咪咪在课上把小林泰三的这本《最不难》读完了，这里面除了《最不难》之外，还收了一篇《玩具修理者》。这书很好读，我也翻得很快，1-2个小时就看完了。最不难是关于一个日本社畜深夜在酒馆喝酒，结果遇到一个自称是自己最好的朋友，知晓自己的一切信息，但自己却完全不认识他的邋遢男人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故事。现在有句话叫遇事不决，量子力学，逻辑不通，穿越时空。那这个故事的主线也是由波函数坍缩这个设定构成的。秋日书单里面我推荐过一本很精致的量子物理科普作品《时间的秩序》，多谢它使我在看最不难时驾轻就熟。那么这本书将量子理论本身和情节联系得很紧密。使我满意的是，像很多日本作家一样，小林泰三自有一种美学，而这种令人惊艳的诡异，在《玩具修理者》这篇短文里绽放了，脑洞和写法都很绝。相信10年之后，我还会记得这个故事带给我的那种感受。文学在这里是一种审美享受。我最喜欢的诗人是王维，他21岁那年进士着第，解贺为太乐城。他写的最好的当然是五谷，大家都很喜欢的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，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，都是五谷。他的诗作中对我产生影响的是2首关于裴迪的作品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和这首浊酒与裴迪。本来是打算用吴语读的，但是我吴语就很烂了。浊酒与君君自宽，人情翻覆似波澜，白首相知犹暗箭，朱门先达笑谈官。草色全经细雨湿，花枝欲动春风寒。世事浮云何足问，不如高卧且加餐。王维在写作这首诗的时候，已经不是那个戏马高楼垂杨边的长安少年了。大唐在李林甫迎合上意，以固其丑，掩蔽聪明，以成其奸的专权下，逐渐偏离方向。虽然王维说自己晚年为好静，万事不关心，但这首诗开头第一句“浊酒与君君自宽，人情翻覆似波澜”已经点明了险恶。浊酒与裴迪，事实上也是王维他自己内心无可奈何的写照。另一首《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》里的寒山转苍翠，秋水日禅园，倚杖柴门外，临风听暮蝉，则是我心中最王维的王维。因为出差，我这周定的读书计划没有完成，想周末抓紧多看一点，所以这个视频就到这儿啦。希望大家一起参加 B 站的全民读书活动，活动标签是但是还有书籍，想读就读。12月11日19点还有同名纪录片独家上线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，拜拜。